大家好，我係阿飛，我咧就喺呢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咧讀緊呢個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嘅博士班嘅，咁就係來台嘅藝術家啦。咁我喺香港嘅時候咧，亦都係一個高中嘅視覺藝術科老師啦。當阿西利妹邀請我參加一個叫渡海泳展覽期間咧，其實咧我同其他朋友咧都開始會有嗰排咧就講起咧鯉魚門一個我成長嘅地方嘅一啲事情，咁就好符合呢一個嘅題材啦，亦都好想去借住呢次展覽咧去表達我對於故鄉嘅一個思念之情嘅。我今次參加嘅呢個作品咧叫做《鯉魚人》。咁件作品咧想表達嘅咧係我對於家鄉嘅思念。呢一件作品最特別嘅地方咧係佢嘅媒介，佢咧係用原子筆咧喺前景嗰度畫咗一個蘆亭啦。而呢個蘆亭咧其實就係象徵住香港人啦，佢係一個傳說裡面咧就係逃避中原嘅政治迫害咧而逃到香港嘅人。咁而我哋咧同一時間亦都開始係好似係需要去再離開香港呢一個地方去其他地方啦。咁所以我就選擇咗一個咁嘅形象啦。咁而背景咧，其實就係畫緊我成長嘅故鄉就係鯉魚門，而佢畫嘅物料咧，其實就係塗改液嚟嘅。咁用塗改液畫咧，佢就有一個效果，就係因為咧，當背面有光射過去嘅時候咧，因為唔同嘅厚度啦，引致到唔同嘅透光程度啦，佢會構成咗唔同深淺，佢有唔同嘅影像。而當背面冇光嘅時候咧，只有正面嘅光嘅時候咧，佢就會變成白色一片，就睇唔到我想要嘅形象。咁我想用呢一個嘅方法咧，去表達我對於故鄉嘅思念嗰個情懷咧，係會喺唔同嘅時間啦、唔同嘅日子啦，係會有唔同嘅變化。就好似咧嗰個畫面喺唔同嘅日光、唔同嘅時間之下咧，佢會有唔同嘅畫面嘅呈現嘅。咁而塗改液呢一樣嘢咧，亦都好似係同一啲過去嘅回憶啊、思念有關。咁所以咧，我就選擇咗用呢種物料。同一時間咧，其實嚟到台灣之後咧，嗰個創作空間咧，其實亦都有唔同嘅變化啦。因為以前咧，我會有 studio 可以處理我嘅創作啦，而家咧我就冇咗呢一個空間啦。咁所以咧喺處理嘅物料咧，我都用一啲簡單啲比較整齊啲，唔會整污糟其他地方嘅物料去處理。咁而慢慢逐漸發展出咧呢一個媒介同埋呢一種嘅呈現方法嘅。